昔日倒董少女變節做女警。社運周不時都見到呢啲場面，但係喺度遇到昔日嘅戰友投誠咗去另一邊，真係有講唔出嘅凄酸啦。呢一番奇遇正正發生喺香檳都會變武器嘅中聯辦門口，主角之一就係女長毛啦。11國慶當日喺門口，除咗有前新聞小花梁玉婷之外，女長毛仲見到眼前嘅師姐，居然係02年民主倒董力量嘅戰友邱建華。因為佢當日同我講過就話係佢唔係即係佢唔中意警察嘅，但係而家眼前嗰個人係一個警察，我嗰個感受真係難以置信咯。我諗我哋當日俾胡椒噴霧噴嘅時候，我唔知佢個心會點樣諗。佢話當日邱建華仲攔住佢，唔俾佢衝出馬路示威，好明顯佢係個好警察嚟嘅。查實當年投身倒董，令到邱建華俾珠海學院新聞系拒收，書都冇得到，咁人哋仲要開飯嘅。2年前出資投身警隊，正如當日另一個成員阿牛話齋，職業無分貴賤嘅，之前喺柴灣警署報案室，雙方都已經碰過頭㗎啦。